ที่นั่นก็เขียนแล้วขั้นสเต็ปก็ผมลำนั้นสเต็ปสี่ลำโพเขาเขียนสี่คำว่า专注ว่า专注ลำไม่เข้าแก่ว่าไม่เข้าแก่แล้วตั้งปีอีมา是应该是安息，特別我未記啦。特別唔過我未記可以話識啊，所以是馬來西亞馬來話都特定嘅當然講通福建啊。แล้ว有蝦米甲台灣話無相嘅？伊是我去找一句話，台灣人完全袂曉聽咧。所以那是我講食這紅毛，本暑假來今仔食風，這對聽有，誰人聽有，無人聽有吼。食這應該是聽有啊，真濟啊。紅毛係咪來啊？紅毛是什麼？我國人。洋人，我就是紅毛。那本是馬嘅意思啊，呢是馬來話嚟嘅本。因有時講馬，特別較濟時是講本暑假意啊，假意嘅意思啊。暑假嘛是馬來話嚟嘅，來กับ台灣話是講嘅。檳榔就是檳城，這是紅毛話嚟嘅，就是英語嚟嘅。食風啊，食風係咩意思咧？食風。OK， 食風是去佚佗，還是去旅行嘅意思？這是馬來話講馬間安靜，就是食風，伊人就翻譯做福建話嘅字，講食風。所以意思是講，真濟阿多啊，馬家兒來平安處旅行啊。所以有人有食真就是食，平安就是平安處，阿某就是阿多啊，是外國人啊，是洋人啊。暑假家兒食風旅行馬那怎麼說平安福建話安尼無相呢？就是因為伊歷史有關係啊。然後我今日我敢若講伊個字，伊個 vocabulary 詞彙然後變咗講嘅內面無人會曉，無人講即詞彙啦，講詞彙無人會曉聽啊，伊人講 vocabulary 還是所以伊有蝦米伊個 vocabulary 蝦米無相，就是即五個條件啦。所以頭一個是伊會做些就是第早來到馬來亞嘅人啊，來到南寮嘅人啊，伊人講嘅福建話會巧甲台灣人嘅無相，伊人是漳州啦，是漳州漳州啊，漳州來嘅，也唔是漳州嘅城市啊，這是漳州嘅曉灘嘅正塔嘅。了第早來嘅唐人啊，伊人去迄邊，伊是17世紀到17世紀到19世紀安尼款伊人來到南寮做生意啊，了伊人敢若是查某囝無查某，伊去到南寮，伊就帶南寮就是馬來人嘅某，所以伊人就會逐漸就慢慢變了，慢慢變做講爸爸馬來就是一款嘅馬來話，伊是用馬來話嘅字relaxified Malay relaxified Hokkien 伊個文法是福建話嘅文法。แล้ว
伊人大迄边就是开始讲迄个爸爸妈妈的话啦，然后第三就是 resignification， 就是再汉化啦。那是新客，因为新客会等人来的时候，那新客就是客话来，伊人客话来的就是新客，我无讲就是19世纪的时来，特别伊人唔是做生意的，伊人是来做工的，做粗工的。迄个人讲伊coolie laborers， 然后伊人有真正侪是，我是福建省来的，佫有贵东省啊，佫有客人啊，真正侪款的。所以福建人调出来几侪啦。然后伊人搞了行迄个福建话，唔是福建话，sorry， I'm getting confused。这是爸爸们咧，讲爸爸们咧人拄着迄个新客，伊就搁再开始讲福建话啦。特别毋过伊人嘅福建话是受到真正重嘅马来话嘅影响。所以然后第四个是所有嘅新客，贵东人啊，客人。把咧为福建人，伊人搞了讲福建话，就是开始讲福建话啦，伊做伊人嘅沟通语言。然后到第20世纪啊，伊人当人是读按摩学校啦，就是讲英语嘅，是读当人学校，当人学堂。是读华语啊，华语的。那伊人漳州人啊，伊是迄个，是迄个海春湾来的，迄边啊，第早的人啊，所以伊人会听有甲台湾的，甲台湾的互相啊，讲开门无讲开门。講日無講日，講月無講月，佫有講家無講家，然後佫有甲漳州市嘅互相咧，伊是講魚無講魚，伊講燒無講燒，那左邊咧伊就變做燒。伊人嘅香是當講香，是講燒。然後我見無點聽，所以我就講，這是別人誒丟出來嘅，就是伊嘅聲，伊嘅聲調，嘛是無相嘅。OK， 有真正濟無相嘅。OK，So if there's no time, 因为我讲福建话，我讲的慢一点了，所以我没有讲不完的。好，但是你可以看，就是那些爸爸讲的话，他是有很多马来语的印象，所以。那心就是哎呀，没有时间了，我就到最后了，就是我的声音，就是潮州人本是講福建話嘅，伊人真正濟潮州話是入變成福建話啦，伊人講我，無講我，伊人講也是。講那是伊人講我人，無人阮就無啦，我人即係了是潮州話嚟嘅，然後有時伊人講叔叔，
无讲思想，了讲冒险，无讲保险，潮州话会影响真正深啊，真正重，搁有广府话，广府话就是 Cantonese， 贵东人讲的，佢人有真正侪字，真正侪句，贵东话，原来福建话，像叉烧啊、搞掂、傾，佢人無講簡單啊，講傾呀，講南無佬、雲吞，嗰有即個是翻譯廣府話嘅音做福建話啦，就是講睇水，是講看水，看水應該是特定嘅人無袂曉聽，看水是啥物？就是三星跟三星有關係，三星與 gangster 幫派有關係。喂，點下交了 ，OK， 所以有安尼複雜啊，我無點下講啦，所以呢個問題是，邊個福建真正早都有真正濟無相款的vocabulary 帶來面。了，你有真正侪聲，白話字內面、大佬內面無寫袂出啊。了，佫有字像個 start， 呢個字安怎寫啦？伊是有 complex initial start， 袂用長行字來寫。佫有廣府話啦，這是有一個福建話嘅字叫減少，對唔對？減少 ，This is stingy， right？ Stingy 就是小氣，跟減少，是不是？減少，意思是什麼？減少，對。那上嘅字啊，廣府話是伊含殺啊，無上啦，你知？因為我唔知 ，I don't know how to say it. It's like lewd or dirty. 你寫呢個字啊，你安怎知啊？一個人是檢測還是含殺？即係真正複雜啊！所以我就是講，第一個是用羅馬字寫現在福建話，唔係用中文字啦。咁寫。And my estimate， 我的計算就是對一個人聽得懂是60%而已，就是我講的，因為很多音不一樣啊，很多字不一樣啊。Sorry if you didn't understand。我聽他的。他就這樣。你是我野手咧，無你講緊個。當然吼，福建話也是其實可能台灣都，這是個另外一個問題啦吼，就是講大家應該是，比如講人，特別是可能類似的語言啦吼，應該用講福建話，是講台語，甚至是伊個進行的有來討論講，比如講在台灣，即係講人語即個使用的是。應該用無應該用這就是一陣討論啦吼。看到你這個發表，我感覺真注意，真精彩啦吼。上重要就是講，你應該是咧討論講這個書寫，這個 writing， writing 應該有你看的這個系統，較有甲這個較有法度甲這個語音甲書寫出來的這個問題啦吼。小看一下哈。所以其實看到伊個這個挑戰這個內容，包括我其實有幾個問題啦，就是講一般咧，譬如講我咧做這個要是方言差的這款的這個挑戰的時陣啦，當然每一個語言伊的這個語音去無同的所在了，會吸收當地做 language content，了就這是我看法，所以這裡任何所在都是發生的這個情況。真趣味就是講，比如講你會去調查講，伊含即個福州話有啥物款的無共嘛吼？
是他都讲的几个例来讲嘛吼，比如讲以这个人称词来讲，第一就是例外一，而且人称词，而且个部分吼，真是好人称词吼，啊，所以其实你这个我想的是讲，你这个无共的所在都有真侪无共的这个讲法吼，讲我吼，就是啊，是伊个都有真侪无共的讲法，啊，所以若是我咧做这个，譬如讲咧做这个方言调查的时阵，我是想讲，唔知讲你是安怎去讲好，语音伊就代表福州话，可能你若是会使搁提供出讲你比较的所在 location， 会使搁较清楚的讲，你迄个比较的这个所在是伫啥物所在来做这个调查，安尼就会使讲哦，原来这个地方伊讲的这个口号，伊讲的这个词，这个 words 是安尼来讲，了后可能就较无真义啦吼，因为你讲台南腔，敢若是台南腔，还带着，譬如讲有讲到这个香加这个香，啊，搁另外是香啊。香，即摆拄啊好感冒，迄个声音发了就好来香吼。所以，譬如讲上台人，伊就是漳州甲泉州人做伙嘛吼。啊，所以话人，先搞，我反而袂讲了对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共款去这个 location 嘛，共款无共这个讲话这个方式。啊，另外譬如讲，咱若讲这个，其实罗马字，譬如讲迄个台湾字。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讲吼，搁发一个什个？你讲若是用即个白话字，咱来甲伊当做一个 writing 书写的即个方式的时阵，其实伊即个书写就像英语共款，伊的即个字形，它的字形跟字音不一定是绝对一对一的对立，它可能是一个字形，但是它可能读成其他音，这时候可以成为一个文字。我相信台语它发展久了，就是说任何一个语言发展久了之后，它的字音可能会跟着地方改变嘛，哈。那所以不一定说这个就是只有那个罗马字它赢过，不一定这个就是那个罗马字它可以赢过汉字的地方，就是我想顺便表达一下。对不起，时间到了，那我们再谈，谢谢。因为头这个落南苗的人是头这个落南苗的福建人是闽南人来的，所以伊咱到南苗英国人、荷兰人叫伊做福建人，了后这个新客来落来南苗的时，各有福州人啊、兴华人啊、福建。唔过伊人已经完事了，所以伊人就即个讲福建人是闽南人，就是迄个时就是开始的，就是变做关系的时候。实在我去登山的时啊，我每年我讲福建话，福建话，伊人常讲我是讲福州话。所以登山无人讲啊，咱台湾都无人讲啊，敢若东南亚、南苗尔，了因为大 New Zealand、Australia， 澳洲啊，有真正侪马来西亚唐人移民到迄边啊，就是70年代啊、80年代，所以我人按摩New Zealand 澳洲嘅按摩本嗰時 start 講福建話，福建 noodles、福建米、福建話、福建話，係講。OK 我本家係講嘅，即係有一個槟榔人啊。伊移民到美國，早幾十年啦，伊有一個差不多10年前啦，我頂擺來台灣的時啊，我看真正儕少年家袂曉講台語，
我就發覺，我老了，是水會曉講福建話，所以我就找就是一款的福建話，佫有真正濟少年家嗰啲用嘅。我找，因為我係當學啊，我大學嘅時啊，當學是福建人啊，我記起來咧，然後我去找啊邊個福建，佫有迄個美國人伊做一個 podcast 就是節目啊，博客嗎？不知道，long podcast，布洛克，布洛克，嗰時禮拜，伊甲伊個朋友白講邊個福建話1點鐘半，伊人錄音係啲WordPress 嘅 blog，伊是叫做邊個福建podcast。然後因為是3、4個人啊，就是廣播，大家禮拜廣播一個名啦，所以我就因為我已經關係的位置啊，我就聽啲人講嘅，我就用錄啲人講嘅話，啲人講一句話，若是我吹無，我係台語嘅字典內面吹無啊。我就記住我係邊個朋友是他們譯出來的，我哋安尼看到我來。咁啊是邊個福建 podcast 內面小班嘅，啲人做拍廣告啊，就是高種少年嘅啊是爸母啊，加因嘅囡仔講福建話啊。呢度真真濟廣告，伊個本人名我未記，係speak Hokkien campaign，講福建話運動，所以嗰啲各位有興趣啊，其實去嗰邊啊，就search 嗰啲。講福建話運動，都依人希望講安尼款互人互福建話挖起來啦。我嘛是安尼款啦，我去邊個福建話就是我那是紅毛會曉講福建話，你係會曉講福建話。ニュージーランはい、ニュージーラン自分の飯うちでこれ台中の友達が手伝ってくれる。